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6月2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节到17节，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5节，启示录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起初的疼。正日上，咱总是会去看到一项代志，就是讲换一个位置就换一个头壳。因为明年初的大选，最近有济的政治的问题，佮再度被提起。比如讲，甲中国的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协定。伫10年前，被一群大学生用抗争的方式甲挡落来。当时是有一个政治人物嘛，徛伫这个抗议的中间。但是了后，有一人因为安尼得到一寡利益，伫政治舞台顶悬开始参与，并且也有新的政党来产生。经过10年。咱也看到其中可能得到上大利益的政治人物，却搁一届来提供爱登记这个服务所以咱会当看到几若因的这个发言还是讲做法拢甲当初是安尼真正气真这个努力徛伫这个反对的立场完全相反。咱会当讲，这个人得到利益，就完全袂记得家己当初时的这个疼。得到位置了后，头壳就换了。基督徒的信仰其实搁较爱谨慎，是毋是？咱伫教会久了后，就失去了警觉心。受到环境，受到这真无法度来改变的文化的影响，甚至为着利益来影响嘛，因为无好好的灵修习惯，来失去了起初的信心甲疼心，影响着教会的生活甲发展。亚伯兰甲伊的太太撒来，因为无有囝，心内因就着急。特别是呼召因出来，上帝予因一个应允，讲将来要有一个囝，有后代。结果撒来想一个办法，就是要用撒来家己的女婢夏甲。因爱做原因，是因为因无有信心。因对家己无有信心，因为年纪都较大哪有可能去生育咧？更加严重的问题来讲，因对上帝的应允失去了信心。咱通对因找着夏甲来生育，以及来竞选这个仆人的囝的代志来看出来。不但是安尼，因阁甲责任撒互上帝。圣经记载这个撒来的话安尼讲，撒来对亚伯兰讲：上主予我袂当生育，请你甲我的女婢同房吧。可能伊会当为着我替我生一个囝。亚伯兰就同意撒来的话。真正是上帝予撒来袂当生育吗？当然啦就是用撒来的角度来看，予人生育的是上帝。当然，伊嘛对伊袂当生育的代志顶悬就怪罪上帝。但是如果是安尼时阵，是安怎因袂当亲像受上帝的呼召，离开本族本地老爸的家？相款的信心坚定来跟对上帝呢？会通讲撒来已经袂记得着对上帝迄个基础的疼心甲信心，所以伊才会去选择用夏甲
来做毋对代志。哈甲咧，伊会通讲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政治人物的型啦吼。圣经的记载讲，亚伯兰甲哈甲同房了后，伊就怀孕。伊一个发现家己有身孕，伊就骄傲起来，看袂起女主人撒来。但是呢，这个家己做得来的撒来，佮相款怪天怪地，怪后生，佮怪饭嘞，伊也佮怪这个亚伯兰啦吼，拢是你毋对啦。迄个查某囡仔吼，才敢看我袂起，我将伊交互你。伊知影家己有身孕，就看袂起我。愿上主伫你我的中间来主持公道咧。咱过来看迄个亚伯拉罕，当然伊嘛是失去信心啊，所以才会有发生哈甲甲以实玛利的代志嘛。虽然人因为困境、因为利益、位置，拢改变着因起初的这个信心甲听心，但是伫这个信仰的顶悬，咱称做迄个袂记即起初听心甲信心的代志。上帝并无改变伊对亚伯兰或者是撒来的应允，因为安尼。应允上帝啊，赏赐哈甲甲以实玛利。上帝的天使讲，你得爱转去你的女主人遐来顺从伊。天使佮讲，我要互你的子孙济济，无人会当算会出来。你要生一个囝，你要甲伊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上主听到你的苦楚，你的囝将来要亲像一只野梨啊，到处甲人对敌，人也要对敌伊。伊要甲亲族隔离，单独生活。也因为安尼，哈甲就问我真正会当见到迄个看过我的上帝，还佮准我来讲这个事嘛？所以伊就称迄个伊讲话的上主做看顾的上帝。也因为安尼，人叫迄口井叫做比尼拉派来。这口井伫底加德斯甲巴列的中间，哈甲甲亚伯拉罕生一个囝，亚伯拉罕就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相关咱看见约翰写互以弗所教会的批信中间，提到着因已经失去信心，因为因拄着济济的压迫甲苦难。约翰讲，迄个伫正手摕着7007个金钉塔来行的，安尼讲，我知影你所做的，你怎样温困做工。怎样忍耐？我嘛知你无用阮迄个歹人，捌考验过遐个自称做使徒，其实毋是使徒的人，认出因是假冒的。你有耐心，捌为我的缘故来经历着患难，却无论的。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失去当初时对我的疼心。你想看觅啊？你已经堕落到什么款的程度？你得爱悔改，恢复当初时疼心甲行为。如果你无悔改，我要来将你的灯台对原来的所在提走。不过你有一个优点。就是你甲我相款怨恨这个尼哥拉派所做所为，圣神逐教会所讲的话，有耳孔的就拢听吧。对到迄个得胜的人，我要赏赐互伊权力，食上帝龙园中间迄个4名树的果子。
这是约翰劝勉基督徒都爱悔改。当然，这个悔改都爱先认罪啊，然后才会当恢复到迄个起初的疼心以及行为，才会通来脱离当时候的这个尼哥拉党、尼哥拉派一堆道德真假的追求者，才会人的影响引诱。安尼，咱才会当得胜，才会当蒙福，才会当食上帝原来迄个生命树的果子，得到永远的活命。诗篇86篇11节到17节，上主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来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求你互我用全意的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专心来称赞你，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你施乐互我的慈爱遐尼大，有救我的性命免落伫阴府上深的所在。上帝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规阵强暴的人数想要爱我的性命，因无将你放伫眼中。主啊，你是仁慈稳定的上帝，无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求你活过来看我，可怜我，将你的快乐赐予你的仆人，求你的女婢的囝。求你显示恩待我的证据，互怨恨我的人看起来见笑。因为上主你有帮助我，安慰我。求主帮助我坚持起初的信心甲疼心，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境况，感谢上帝，互阮有你通好活靠。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